常常听人讲，这有心的人叫做大身大命，也若这关心的话，咱就加减爱听。疾管署公布今年头一个婴儿伫腹肚内面，互老母传染到李氏特菌症的个案，是一个有薪34礼拜妇人人，因为伊发烧、人痠抖抖、腹肚痛去互医生看，才发现讲这腹肚内面的囡仔出状况，随来破腹生囝。这母囝出事了后呢，拢有检出到这李氏特菌症。而且呢，经过调查，才有可能是这老母青食菜色水果传染互腹肚内面的婴儿。有薪期间饮食一定要细致。疾管署公布今年头一个新生儿母囝直接传染李氏特菌症，个案是一个40外岁，大规34礼拜女性，因为发烧、人痠、腰痛就医，后来因为胎心音无正常，胎衣破去，紧急破腹生产。查某婴仔出事了后，活动力无够，母囝检验了后拢确诊，研判是母囝直接传染。经过一调了后，发现讲老母的感染源可能是食到菜色沙拉。这一位这个妈妈她有使用这个生菜沙拉，那也有使用这个已经切好的，就是不是马上切的这个水果，这些都是以往可能会造成李氏特菌感染的一些风险比较高的食品。加在治疗了，母囝拢康复出院。疾管署讲，李氏特菌症是台湾第4类法定传染病，主要是因为食到垃圾的物件来感染，潜伏期会到3礼拜，有发烧、走腹、心绞、落肚等症头。免疫力较歹，可能会引起侵蚀性感染，致使白血症甲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有2成的致死率。免疫力比较差的民众，那受到李氏特菌感染之后，也可能会发生的是像败血症或者是脑膜炎这些比较严重的侵袭性的症状。那没有经过妥善治疗的话，可能致死率可以高达2成。疾管署提醒讲，李氏特菌会当伫冰箱冷藏4度 C 的环境下来成长，需要加热到72度 C 以上才会当甲杀死。目前并无疫苗会当预防，所以呼吁有心的妇女爱维持手的卫生，避免食到肉类加工品、菜尾、沙西米甲菜色沙拉等，来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